上了场我們就很興奮，就是把他們訓練成我們投入比賽很快。前11分我們基本上都是抓得特別緊。我們就採取系統的訓練，還有增加了體能訓練，技術訓練也是練場上的多拍能力。我希望他們比上一屆更好一些，有新的突破。無非都係本地嘅對抗水平不足啦，咁最大嘅突破都係可以代表澳門隊參加到世界錦標賽啦。因為呢個其實係我細個一直嘅夢想，我做到呢一點我都為自己感到好自豪同埋驕傲。打磨一下我哋嘅輕技術啊，我而家就比較注重喺場上嘅節奏啦，咁可能我打比賽要準備多套戰術。咁今屆嘅目標，咁我哋有參加團體賽，咁我哋可以擊敗一個國家，爭取到一勝，希望可以踏入8強呢個門檻啦。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場嘅勝利咁樣。應該由上年嘅亞運會開始咧，即係全心性咁樣去諗住去投入呢個即係混雙嘅。我都覺得喺4年1次嘅全運會，我哋可以攞到第一次勝利，去踏上呢個世錦賽嘅舞台啦。但係今年就變咗要去自己去研究，自己去睇翻啲技術錄像啊。咁澳門公開賽嘅時候，其實可以突破，可能要突破咗自己一個心魔啊。我希望今年突破都係可以突破首輪啦。我哋都希望能夠發揮出自己嘅水平啦。即係希望我會覺得會有種互相照顧、互相支持嘅感覺咧。即係嗰陣時，我屋企人都會去到當地啊，同我哋一齊打氣加油。我會努力咁追上佢步伐咯。我都開始重新打磨過，將自己穩定性提高啊。我全部項目都全力以赴啦，發揮到自己訓練嘅水平。嗰場贏咗波，對我信心係增強咗好多。但係因為嗰陣覺得自己突破咗，頂住咗嗰個難關，都係全力以赴做最好嘅，發揮出最好嘅水平啦。主要都係展示出運動員嘅精神面貌，堅持、熱血，唔放棄。澳門隊加油！